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阿母今仔日食啥货。今仔日 Lisa 阿母要来教大家拌一个好食的咸豆干。这拌咸豆干真正一支的好食佮煞脆，咱紧来看要安怎做。咱需要的材料有豆干、盐水、红油咸姜仔酱、咸麻油、咸姜仔大王、武林菜。第一步，先下水，水滚了后，将豆干下入去杀。杀好了后，摕出来切切的。切好了后，来切盐水。无介意食盐水的人，会当甲换做葱仔。盐水切好了后，咱就会当开始来拌啊。口味大家家己调哦。红油、咸姜仔酱、咸麻油、咸姜仔大王、豆干、武林菜拢放落去拌拌的。这爱滋味武林菜，听讲台湾无咧卖，这是专门做来出口的，所以台湾的观众买无武林菜嘛无要紧，会当用榨菜也是菜脯来代替。美国的观众要买武林菜，花莲超市就有得卖哦。拌好了后，会当试一下味，若无够香、无够咸、无够味，就家己搁加酒落去，调到家己满意为止。有够味了后，就会当下盐水落去拌啊。拌好了后，加缀起来，冰入冰箱。要食的时阵，硬刮出来就好啊。若厝里无遐大容器的嘛无要紧，用风吹袋仔就好啊。料甲酱拢下入去，封起来，切切的切好焦，直接冰入去冰箱就好啊。是毋是足简单呢？大家紧学起来，真正足好食的啦！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，你要市站个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，我是直接电话连线拢按下就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买单加入 Lisa 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